又係時候 say goodbye prayer， 拜拜。Anson Detailing 2026嘅女伴友靜心兼醒神嘅虎標。朝到10點幾，我而家喺嘅係 Prayer 嘅巴士車站，咁啊要買延長嘅飛去蘇格泰。我希望買到啦，我而家好驚啊！唔知有冇？สวัสดีครับมีอะไรสุโขทัยมีอ๋อโอเคใช่係thank you 太好啦，有飛啊，有飛太好啦！到啦，我個巴士到啦，係遲咗半粒鐘，但係好過冇，好開心啊！到啦，終於到。阿啲張冇走埋，有人係坐巴士，係帶一箱酒翻去啊，好勁啊！哦，OK，加步。อัน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โอเคครับผม將個書包擠喺度先。後生係點嘅咧？睇下先。5A 係咁個位，是這樣嘅位置，擺喺樓上咯。OK，可以。係啦，個巴士咧就其實未開嘅，但係點解會想索呢個虎標咧？就因為個味道太重啦，呢邊唔知點解一陣味。好彩有虎標。再見啦 ，Pray。呢個廁所係想點嘅咧？唔係搞笑，完全頂唔順嗰個味道。呢個要更新啊！好在一路上嘅山景能夠令我暫時轉移呢個注意力啊！終於到啦，歷時3個鐘，唔係4個鐘啊！12點開車，而家對達咧就係4點鐘嘅。OK， 終於抵達蘇格泰 ，yes！ 抵達我間酒店啦，哇！出邊嘅外形幾靚嘅，其實有啲白斑羊丫 feel。OK 喎，入邊。今日入住好靚嘅間酒店啊！講真，呢一間酒店咧就係喺蘇格泰嘅，不過住1晚嘅啫，相當大啊，確實。不過出邊呢邊咧就係走廊嚟嘅，其實但好靚啦，得依然啊 ，OK， 開揚最緊要啦。好，同樣啦，有雪櫃啦，有電視啦等等嘅，咁個冇錯，廁所都算空間闊落嘅，我覺得幾抵嘅呢個。呢個咧去到呢一個historical 嘅 area 咧，都只不過係20分鐘啦。如果你行嘅話，佢仲有一啲咧高級啲嘅 chalet feel 嘅。單車出租50克，我覺得抵啦。蘇格泰第一餐，犒賞一下自己，食條魚。真係冇諗住我食唔晒啊！我係真係食得晒噶，尤其是係魚啊！間餐廳咧個 feel 真係氛圍感好好嘅，而且個風都好大添。好笑啊！佢 swimming pool 咧唔係黐埋一齊㗎，係大概距離個住宿700米左右。呢度有個泳池仔啊！真係好正啊！呢一個加分。晚上7點零鐘，哇！間 hotel 開燈之後個 feel 好好。遇上7月28號，亦都係泰國嘅國王日。其實連續3日咧都係大假嚟嘅。今日咧就係國王日，聽日咧就係呢個三寶節。朝早5點9，準備好啦，出發。試下列火箭車，冇錯，就係它。呢度踩單車過去咧，大概都係10零分鐘左右啦，應該唔使10分鐘啦，應該。呢度有好大個早市集啊，即係好大個巴剎。佢哋話喺度咧可以買食物啦，或者係買啲布施嘅用品嘅。ชุดละ25 บาทเลยค่ะ OK， 大級1、2、3，咁我買3。กี่ชุดดีคะ3呢啲咧就係布施用嘅一啲食品啦，同埋用品嚟嘅。ทั้งหมด OK， 大級。係。好，買咗一啲布施品，然之後咧就行過去啦。咁講真，嗰邊好靚，有一條橋喺度嘅。就係呢一條橋啦。然之後咧，你就可以嚟嗰個Wat Phra Phang Thong，進行一個布施嘅。有好多不一樣嘅布施品。哦
好厲害。呢度滿晒之後呢，另外一條橋繼續鋪。我係準備咗5份嘅啫，咁5份裏邊呢，咁見到有齋菜啦，有糕點啦，仲有個鮮花啦，仲有個係啦，好似河粉嘅飯啦都有嘅。咁啲朋友呢，準備唔同嘅嘢啦，當然唔可以一樣噶嘛，係咪先？我係等6點20分開始。朝早6點20分，見到僧侶做完早課之後，就會經過晒呢個布施區，去到最盡頭，即係橋嘅另外一端，開始接受民眾嘅布施活動。陸續進行中，但我已經搞掂啦，所以我就讓咗個位出嚟俾人哋。成個儀式大概係10分鐘、15分鐘已經搞掂噶啦。咁搞掂之後，你就可以閃啦，之後可以參觀下成個環境，好清幽。然之後呢邊呢就係 UNESCO 啊嘛，所以好多古蹟嘅。每位僧侶一個小小嘅缽仔，咁究竟點樣可以裝咁多嘅布施品呢？其實一路上咧都會見到有助理係喺佢身邊嗰度幫佢去收集呢一啲所謂嘅布施品，然後再去分發俾有需要嘅人。除咗僧侶之外，都仲有其他需要幫助嘅一啲福利機構嘅。其實啲布施品咧，將會有唔同嘅一啲用途嘅，可能捐去孤兒院啦、老人院啦。我哋第一批搞掂嘅，咁仲有好多人咧就喺度等緊，然後都好多圍觀嘅朋友下，我真係冇搞笑。除咗啲橋之外咧，仲有啲民眾咧就已經喺路邊嗰度等緊㗎啦，真係好多人嘅確實。啊，條橋咧喺嗰邊嘅，行過嚟咧仲有一個非常大嘅北塞。咁呢個北塞咧就係可以食嘢啦、買嘢啦，好大下嘅，講真真係。基本上嘅北塞可以講係咩都有得賣，水果啦、蔬菜啦、肉類啦、小食檔啦。過咗個位置咧，甚至乎肉類都有嘅。最神奇嘅地方咧就係我尋日住呢度，今日我過嚟呢邊 check in。